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故事，什么故事？真的不知道，还假的不知道？一个信息。我们这个月，我们教会都在读出埃及记，今天读出埃及记第2章。出埃及记第2章讲到有一个很特别的人降生了，然后他被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推到水里去，然后就被淹死了吗？然后就被一个公主捡到了。就被一个公主捡到了。他就娶她，然后之后呢？他就娶她，没有啦，他才是小 baby 而已啦。取他一个名字。哦，取一个名字啊，取一个名字叫做摩西。哦，大朋友知道然吗？后呢，他的姐姐就跟公主说，她有一个很好的保姆，然后他就把他妈妈拿过来，然后说他们就带她回去。哦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哦。这个故事哦，讲到这个人叫做摩西，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从水里拯救出来。哇，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因为那个时候，那个公主在水里面听到有声音，有一个小 baby 在哭刚好我们昨天也有一个小 baby 出生了。有没有人知道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一个小 baby 出生了？维恩姐姐的维恩姐姐昨天生的，昨天出生的，所以2月他提早出生提早出来找你们，以后你们又多一个妹妹，是妹妹吗？妹妹又多了一个妹妹了，这也是我们大家很高兴的。你是姐姐，她是妹妹。然后这个小 baby 他就被人家从水里面被这个公主救出来了，然后救出来以后，公主打开篮子一看，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小孩。为什么他一看就知道？为什么他不会说这是埃及人的小孩？因为他是男婴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法老王有下令要把所有的男婴，请那个接生婆把所有的男婴都怎样？都把他杀掉，不要让他有机会长大。所以这个公主她一定也知道这样的事情，她在水里面看到有一个小男孩、小男婴，她就会第一个觉得这是希伯来人的小孩。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，刚好就是这个小 baby 的姐姐，叫什么名字？米利暗。这个米利暗出现，这个姐姐很聪明。我们教会小朋友里面都是姐姐比较多，我们这些姐姐也都很聪明，非常的聪明。我们这些姐姐就像米利暗一样，这个米利暗她聪明到什么程度呢？她其实一直在那个小 baby 摩西他的弟弟旁边一直在看那个水这样流，她也在注意尼罗河里面有什么动物鱼，有尼罗河的鱼，还有尼罗河的鳄鱼。有吗？有。不信你下次去尼罗河看看，看有没有尼罗河的鳄鱼。然后这个姐姐就在那边看，有谁会捡到我的弟弟？结果公主不是在尼罗河洗澡，不会被鳄鱼吃吗？这个姐姐不错尼罗河有很多人会在那边洗澡，也会在那边洗衣服。只要有被鳄鱼吃到。我想他会分开啦，一人一边啦。但是这个姐姐，这个米利暗，她就在看有谁会把我的弟弟捡走。结果刚好遇到了这个埃及法老王的女儿，一个公主捡到她。结果这个米利暗不只是在那个地方偷偷的看顾她的弟弟，她更聪明的是，她发现公主把她弟弟捡起来以后，她马上跑过去说：“这个小孩要有人来养他。”问这个公主：“你有没有需要有一个奶妈来养这个小 baby？ 如果你要的话，我知道有一个奶妈很棒哦。奶妈要有什么条件？
奶妈要有保姆的条件，要会有爱心照顾小孩子，还有奶妈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她必须刚好是最近有生小孩，所以她能够泌乳，就是她能够有奶奶给这个小 baby 吃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所以不是随便找都有啊。如果是在现在比较容易，现在有奶粉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。啊，如果是以前没有奶粉怎么办？你要特别去找一个奶妈，刚好她最近有生小 baby， 所以啊，在我们教会当中，现在谁最有资格当奶妈？维恩姐姐。不过我看她养自己的小孩就已经来不及了啦。所以这个米利亚很聪明，她马上帮着这个公主找到一个刚好最近有生小孩的妈妈，又能够有爱心照顾这个小 baby 的，而这个人刚好就是这个小 baby 的妈妈。哇，上帝的安排这么的美好，上帝让一个原本可能在人生当中是一个悲剧的，要让人家从水里面救出来的，在这个地方不只是救出来了，而且还能够自己的妈妈来照顾她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公主答应说，如果你找到这个奶妈来照顾她，我会付她什么？工钱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照顾这个小孩，这个公主还愿意付钱。哇，天下有这么美好！照顾到3岁，我不知道照顾到几岁呢？因为我读的圣经里面没有写。但是我知道，这是一个很幸福、圆满、令人羡慕的结局。好啦，这个时候我也要问我们在座的小朋友，有谁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？你们？我没有，我是石头蹦出来的。来，谁是垃圾桶捡出来的？还真的有人举手，是哪一个垃圾桶？怎么刚好这姐妹啊，这个兄妹啊，这个你们是哪里的垃圾桶捡到的？肚子里面的垃圾桶。肚子里面的垃圾桶没有。你们是爸爸妈妈生的吗 ？No。那我相信在这背后一定又有更多的故事了。不管我们小朋友，你是垃圾桶捡来的，或者是你是爸爸妈妈养大的，或者是你对你自己出生的家庭满不满意的，无论如何，在这个当中，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：上帝必在这当中有美好的安排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人生所要走的路的时候，不用去抱怨我们所遇到的境遇，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每一样安排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值得我们来感谢的。好，下一次我还要继续讲这个摩西的故事。所以我知道你们之前主日学也有读过摩西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有吗？之前主日学有读过，对不对？好，请你再把你之前的课本，还在吧？他们的课本还在，他们不在了，收回来了。好，那你去问你的爸爸妈妈，这个摩西后来发生什么事情？好，今天的故事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